古早有一个神秘的神殿，内底有足珍贵的宝藏。听讲有一位智慧之神伫咧遐镇守，足侪人拢无法度通过伊的考验，空手而回。到底这个非常了不起的人，何时才会出现呢？开紧嘞！今日咱要来提宝藏，你敢有看过阮的节目？有。啊，你敢知影？伫咧节目内面，咱拢爱讲什么？台语。台语，什么是阮来啊？守护宝藏是我石门神，打开智慧爱髓智慧之神，探险队长囡仔兄囡仔姊大家好。队长，你敢知影？我拢伫这个神殿哦，看足侪电影。我最近看到一个哦，有够感动的，甲狗仔有关系的电影。我哪看哪哭，我即马哦足伤心的。所以哦，我想要请问小朋友，你敢有啥物心情无好的时阵，你哦会伫遐哭？你有啥物心情？你讲出来。考试考砸，考安那？考不好，考无好，无要紧，继续加油，好不好？我嘛是考试考不好，拢是，好不好？你无你这么厉害，过了就 happy。我嘛是考试考不好。小朋友拢是考试考无好呢。大家拢是考试考无好，袂要紧，认真读册。重点是台语也会讲了好，你讲对唔对？对。那安尼，新北市的小朋友，即马提出你的之行，也够开咱大声讲出你的队名。阮是金良上水，哇！欢迎光临。好，小朋友来，甲恁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现神，咱做伙行来这个所在。方明，你问看卖到底是安怎？安怎？我足感动的，我为什么感动？你是要甲你敢知为什么？我唔知。我讲给你听，过去有一队探险队，因感觉来到这个神殿耍游戏真欢喜，好，佮透过耍游戏的过程学到足侪台语，伊感觉足欢喜、足好耍的，伊想佮要来，就写一张卡片给我。好，我看了最感动，尤其是第一句话，特别感动。伊讲啊，这张批要写好世界上上巧、上缘投的智慧之神。我真正足多谢伊呢，这是我真感动的代志。你感觉我咧哭有价值无？哦，谢谢。我就问一下啦，啊，恁敢有啥物感动的代志发生伫恁的身上？考试考好，那拢甲考试有关的，你拢无别项是毋是？拢无别项感动的代志啊？是讲你收到啥物礼物啊？嘿啊，食好食的物件。过年有钱，过年有钱红包，互你足感动的。感花出去耍。出去耍，不管你是伤心还是感动，我感觉这拢是咱人生的一个过程嘛，对不对？希望恁今仔日通摕到宝藏，感动的回去，好唔好？好。第一关好，准备接招，天来噶！叫阮的名，咱的大天神上爱食鱼仔，所以这关就是新鱼仔的挑战。伫规定的时间内，恁的队长会甲鱼仔下落来。若伸到一尾鱼，就有一摆作答的机会。看到对偌济，会变做恁的金箍箍哦。好，各位实际来囡仔兄囡仔姐，我来甲恁问一下哦。假使讲恁若是有一天，恁有石啊，恁有石鼓，通啊飞，恁会想要去倒？方明呢？恁若是有石啊要飞倒？海边。海边。啊，总干你咧，想要飞倒？美国。飞你对啦，我著咧等这种答案呐。就飞较远的啊，恁既然拢会晓飞啊。好，安尼即马大家拢有家己的理想甲梦想。开始啊！第一关啊，好啊，加油好唔好？
好，好来，准备接招，现在噶，来开始。先好，哎，大水呢？嘿对，大水啊，水哦。啊，过头，爱看准较接无？吼。我较近的。来，看好哦。哎，看较准的，看鱼啊，莫看人。是。看鱼啊，莫看对手啦，看鱼啊。喂。这有啊。气鸟啊，唔对，我给你甲你讲。加油！嘿，有啊。直升机，对，直升机。我较近的。有啊。飞灵犀，水啦，车本机哦。看较准的啦，小朋友啊。呀，水呀，无唔对，正确的答案。会飞伫迄落足臭的顶悬的，会飞啊足臭的，啊伊会飞遐停的，啊搁飞你遐。好，你甲你讲。三明海蛇，水啦，三明海蛇。头头红，好头啥？红，头头。胖，好头啥？还对，好，来。啊，咋一只只啊？好。呀，无啦，赢啊！赢啊，对赢啊。发射。哎，绿屁股，水，一个气球。够有一寡时间。好，没紧，你们甲。哎，哦威啊，哎呦，厉害哦！哦，飞起，系飞起，够有无？时间到，歹势，安尼先转来，咱做伙来复习者吼。来，看卖啊，咱这题目，这就是啥？气胶啊，切椒啊，切啊嘛，切啊就是遐咱的修行的时阵，遐食米的嘛嘿，食米的，尤其是咱的麻雀就是切椒啊，伊拢食迄嘛，所以伊名就是安尼来吼。后一题，好型，好心，头先我讲飞臭臭的啊无，定拢有看。啊臭臭啊，佫会飞你食饭的所在，对，好心，安尼啥？迄个安怎念？参衣，嘿，参衣。嘿，参衣，咱来看卖恁得到几题，拢总得到10题，会当摕到半金扣扣。赞哦！加油哦！后一关会更较困难，哦，尽量改变，好唔好？好。好来，准备接招，现在卡。好康到小报。两位队员换球台，看球连要去倒一空，另外3个人就要讲出台罗拼音共声母的词，看到几题就会当摕到相对金扣扣，恁敢有法度来过关咧？咱台语的罗马拼音啊，总共有17个声母，啊，今仔日要甲大家介绍2个音，啊，这是咱的喙字音，字的音，啊，字的音多2个音是 T， 就是咱念的刀。啊，甲 TH， 特，好，大家想看卖啊 ？T 甲 TH 有啥物字？咱先讲 T 好啊。T 哦。 T 有啥？头天，头是 TH， 伊是特嘛。啊，咱 T 就是刀，刀是啥？像刀啊。刀啊是无？哎，刀啊对。刀啊。啊 TH 咧 ，TH， 你讲，你头先讲啥？ TH。头啥？头天，头天，真好。来哦，准备接招，现在噶。啊，加收一个。来，丢来哦。加油啊！红色的较困难哦，看要先用车。加油！啊，你甲你朋友加油一个，你自己看。啊，咱认出来啦。来，你安怎念啥？安怎念？可爱头。头爱头 ，TH 头先讲的。头天，哎对。头呀，好，水。我来。看透透。看到了，对。来，好一个。记得哦。看特。哎呦。这个鸡嘛袂歹。嘿。
来，安怎念？好，叫爱叫，叫，等啥？走，这对，辣椒，辣椒，这对水哦，鸡煮猪，鸡鸡煮煮对。哎呀，哎呦，袂歹哦。对哦，时间一分一秒在过哦，我你朋友表现一下，对，哎，叫。叫，叫爱叫，好叫来，就这，对。做代志，做代志做，对做。这就不一样，这就会使，好，过。卖个叫，你讲袂出来啊。后边靠后壁，互你朋友表演机会，好不好？雷梦啊，不，嘿，对。各啥，爸。哦，这个简单哦。雷梦的雷，雷梦的雷，来啊！来水有，了解，有，路行水，来后一题。紧嘞，有就好，时间要到，有就好。我买呀，努力的努，最后10秒哦。8、Miss， 你拍死，我你。月牛，月牛水有，来一有对煞3、2，后一题无啊袂有啊，时间到。啊，互因母甲足紧张的，咱来看卖因到底钓到几题。现在卡，嘿，这关有困难无？点嘛，一点啊，咱做伙来复习一下，你把时速学一下好无？好，好，咱看卖啊，你有滚到倒位吼？土啊，TH 咱头先有复习到嘛，是土嘛？啊，有啥物物件无讲到？想看卖哦。糖啊！哦，哎，厉害哦！咱看卖后一题。牛奶。都食想较久吼，这个。头先有讲到真好，像讲月牛。鬼牛，月牛嘿，这就真好。啊，搁有恁，毋是恁啊，恁足碍目的。爱吧，我是讲要比你什么意思？啊，你我来走，不是，我阿母要讲你，嘛讲伊嘛，毋是我讲你，你嘛毋是。改吧。好，咱来看卖恁钓到几题。哎呦，钓到14题，会当摕到一个金扣扣。只有这样好，上尾关啦，好好加油，搁甲另外一个摕起来好无？好。好来，准备接招，金来卡。选你无毋对，即关要来看影片，内底会有题目，白色色甲红旗旗会讲出因家己的答案，恁着爱判断选看谁才是对的。若是选毋对，恁就会失去2位队员；若是选了对，就会当摕到金箍箍哦。有一句话是安尼讲的啦，生过加酒芳，生袂过四底棒。哇，这句话其实哦，听起来有淡薄仔沉重。其实简单讲就是哦，咱的阿母要生咱，这个过程是真辛苦、真危险，对。所以今仔日就是要带恁去体验，到底这个有新的过程是安怎艰苦、安怎无方便，咱做伙来看卖一下。好引来个。大家好，我是台湾世界走拍拍探险亲像行走卡非常勇敢的王一家。今仔日来到这，要甲遐尼侪小朋友做伙来学习要安怎来饲鱼啊！咱即马要来包肉珠啊！肉珠要安怎包嘞？粘贴的地方放在宝宝的屁股那边，大腿中间把这块布移过来，哦，为家左边、右边的把它粘起来。下边、倒边拢粘起来。即马大家肉珠啊拢包好啊，咱后一步是啥物嘞？我们要来喂奶奶，我们让小朋友呈坐姿在我们身上，然后我们把奶奶放下去，然后放在嘴巴里面喂它。放伫嘴内面，饲恁敢有啥物搁要注意的所在？我们要注意的话，就是奶嘴头前端要充满奶水，不然的话，宝宝他会吸到过多的空气。啊，若是输掉的话，爱安怎？我们要帮他拍嗝，把小朋友抱起来。放在这边，手要呈月亮的弯弯，在小朋友的背部这边轻轻的拍，大概5到10分钟，我们就会听到小宝宝的打嗝声。那是我今仔日就慢大，我就是无想要拍的啊，安尼会安怎？那有可能会导致他的易吐奶、呛奶，严重的话会到吸入性肺炎。哇，遐尔严重，所以咱大步拢爱好好啊做，
照顾红牙真正是有足侪眉眉角角爱注意的。不过讲到红牙，恁敢知影为什么红牙会叫做红牙呢？这个问题大家先记起来哦。好，红牙是安怎叫做红牙？咱听看卖红记记白色是安怎讲？都拼袂出名，听我白笑笑一定赢。这个红鞋啊呢，为什么叫做红鞋啊？真简单，红鞋出世的时阵哦，拢会过着阿母的血，所以古早人拢讲一句话啊，叫做落红。所以呢，这是要生的进前一个彩头。人讲哦，过着红会当互你荣华富贵一世人，知影无？毋过敢若唔知咧，咱是听看卖红记记安怎讲？看我红记记，大家拢足欢喜。红鞋仔呢，伊出世是安怎辛苦的红记记，是因为因的皮肤有较薄，血红素的浓度嘛较悬，代谢嘛会较紧哦。所以红鞋仔洗出来时阵，拢会红记记，甲我同款。哦，听了，恁感觉相讲的较有道理。白下是安怎是白下下？每一个人出世高着的血也无一定，济少无一定嘛。对啊，听我的，我拄生了无偌久。红记记，还有人听你，为什么？你有看过吗？你有看过？打出世啊，红的啊。确定哦，敢若阿如要听红记记啊，所以你选择的是白下下。敢安呢？所以你选择的是白下下。敢安呢？你著爱听阿如的啦，阿如才是对的啦。白下较好啦。全场敢若伊捌换过尿珠啊，你著无爱相信。伊嘛讲过伊捌看到红的啊，你嘛捌看过，嘛无爱听伊的话。我爱听恁即个同学的话，对毋对？你即摆有了解啊？知影吼？知影，对。嘿啦，就是安尼啊。咱即摆看卖后一题。我即马身躯顶穿的这就是排冻衫，这内面更有2粒球。我感觉这2粒球是上无爽快的部分，因为有生的时阵，咱的内脏会最有压力的，所以这就是要模仿迄个状态。好，安尼咱即马穿这个排冻衫是要来创啥呢？互你体验做老母的辛苦，再有签筒，要互你手，看你手倒一个任务爱完成。哈，拜托较简单咧，大汉的，甲佚佗物啊冻甲满地拢是。干嘛？你哪安尼？来修啦。你袂使安尼啊！这要安怎哭落来啊？哭袂落来呢，足辛苦的。这就是完成咱的任务啊！站袂起来。今麦就是要来体验我阿母当初咧生我的时阵，到底有偌痛。若是你要家一个囝生出来，你的疼痛指数爱到120哦。好，会当开始啊！好，来吧。哇，足紧张的。哦，今麦感觉是妈妈的小 case。来啊，我感觉要来啊，要来啊！我会当唱歌，会当跳高的。啊！等你，头真足痛的，有啥物喘气的方法？会当无遐疼？我们可以用拉梅兹呼吸法。拉梅兹呼吸法是啥物？跟甲我讲。吸吐。无用，啊两位哦。啊！等你，这摆几级102。搁剩几分钟？现在宝宝要出来了，要准备用力喽。等你啊！真的。啊，拄则体验生囝的过程，真正是足痛足辛苦的。啊，大家拢知影，肚脐嘛是咱甲妈妈的连结。不过讲到肚脐，大家敢知影，倒一个是甲肚脐有关正确知识呢？哦，太辛苦了呀，太辛苦了。啊，恁头先有甲肚脐有关的知识，咱听看卖好无？好。好，来，红记记白色是安怎讲？这肚脐的问题问我一点，这肚脐吼爱照起工家己清好，
足清气的，啊，搁爱记得哦，爱选择这个吼非常正确的方式，才袂吼大财去生生，预防哦这个大财屎，也搁有。袂当乌白去拄到安尼哦，老火老治，啊，搁哦会当预防即个感冒，这对咱的卫生哦真好，知影无？哦，爱去你照气缸甲清清的，清好清气。红记记，我甲恁讲哦，每一种会食奶的动物拢有大财，因为呢，这个大财吼，就是阿母甲囡仔呢，伊的牵连，啊，伊的这个吼，营养分啊，拢会对这个大财大胎盘来运送，安尼知影无？点感觉？红记记，啊，咱的眼花咧，白谢谢。白谢谢，啥讲是白谢谢？因为我感觉，毋是每一种食恁的动物拢有大财。所以咧，恁两个一个红一个白，到底要安怎选？好啊，白谢谢，白谢谢。这真完嘞，好啦。到底是安怎啦？白谢谢，好，白谢谢。恁选的是？白谢谢。干嘛呢？对啊啦，钟安，你嘛较拜托的。好啦，差一撮啊啦。其实真正的大部分啊，多数的动物，有食奶的动物，拢是有大财。拢是有大财。敢若有两种，哦，嘛是有。白翅，啊，甲咱的鸭水兽，因这两种是无大财。好，咱即摆来看，恁得到一题会当摕到半个金扣扣。加在有甲这个题目摕落来，恁才有两个金扣扣的机会。好，到底我着摕到宝藏无？现在看。两届的机会，恁感觉有机会摕到？有。来，第一个机会要选哦，倒一个动物。小号。好，第一个金扣扣，手甲放的。我讲车饲落才饲落。第一个机会选落就好，敢会对咧？车饲落。快去，还有一个机会。紧讨论，我来传金扣扣。你敢想要选倒一个？拉力长尾山羊梅花鹿。长尾山羊啊！好啦，手甲放去。到底宝藏有伫内面无？车饲落。真正无摕到，无要紧啦，咱有全世界唯一的金扣扣。我设计足水，有无？好啦，咱来看下，咱到底宝藏是伫倒位？哪里？隔壁的梅花鹿。唔是梅花鹿，是哪里？是哪里？哪里甲饲落看卖？队长。哪里？好，恁甲饲落，恁甲饲落。来，咱做伙。好，你看，咱大色的倒位，就伫咧离恁遮近的所在，恁竟然无选着。好啊，加油！金箍箍嘛爱好啊，甲收好，知无？好。啊，恁真正是非常了不起。欢喜。